香港樓市近年最 hit 嘅話題離唔開新地天晒天，但講到真正嘅香港樓王就一定係 Mount Nicholson。今年6月，一個頂層單位以6億幾港幣成交，尺價14萬，對比港島區18000蚊嘅尺價已經貴到懷疑人生。不過千祈唔好被貧窮限制你嘅想像，係窮啊！對比倫敦市場，簡直小巫見大巫。喺倫敦有一個分層單位，開價18億港幣。唔係城堡，亦唔係獨立屋，而係一個 apartment 住宅單位。呢度從來唔係用錢買個單位咁簡單，你買嘅係權力、資本同一個可以與世隔絕嘅終極堡壘。呢個地方就係 One Hyde Park 海德公園1號。喺2010年代初期，佢唔單止係倫敦樓王，幾乎就係全球最貴豪宅代名詞。軍事級保安、紅魔辨識，住喺呢度全部係金融權力嘅核心人物。而令 One Hyde Park 推上神壇嘅，正係呢一對兄弟 Nick and Christian Candy。大家好，我係 Gerald， 歡迎嚟到添宅。咁開始之前咧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撳下面嘅鐘仔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倫敦豪宅啦。2021年全球經濟仍然陰晴不定 ，Knightsbridge 嘅 One Hyde Park 一個頂層複式單位，低調喺市場放盤，叫價1.75億英鎊，即係大約18億港幣。呢個價錢足夠你買幾間香港山頂頂層。單位面積接近18000平方尺，尺價超過10萬港紙，而背後嘅業主正就係 Candy 兄弟。呢個屋苑本身已經唔係普通豪宅，健身室、水療、酒吧、私人影院呢啲對頂級富豪嚟講只係基本配置。真正嘅賣點係將奢華推到軍事級安全，防彈落地玻璃、虹膜辨識出入，屋內設有10厘米厚鋼板打造嘅安全房，甚至連防毒氣嘅空氣過濾系統都有。佢嘅保安唔係你樓下新年先出嚟鬥利是嘅實 Q， 而係由英國皇家陸軍特種部隊嘅退役成員組成，24小時巡邏。換句話講，呢度唔係普通屋苑，而係一個為全球頂級權貴打造，可以抵禦戰爭同綁架嘅超級碉堡。再加上同隔離嘅文華東方酒店有秘密通道相連，住戶可以隨時叫酒店團隊處理生活大小事，完全活喺一個高度私密同外界隔絕嘅泡泡之中。而海德公園1號嘅住客更加係星光熠熠 ，Tom Cruise、澳洲天后 Kylie Minogue、F1 前掌門人 Bernie Ecclestone、摩納哥皇室，仲有一堆中東油王加持。呢度係真正全球名流富豪嘅秘密俱樂部。而將呢一切推上神壇嘅，正就係 Nick 同 Christian Candy 兩兄弟，從未公開披露過自己嘅身家，但外界普遍估計佢哋嘅資產價值早已超過10億英鎊。由普通後生仔到改寫倫敦豪宅玩法嘅關鍵人物，佢哋嘅出現本身就係一個時代嘅縮影。1995年，20歲出頭嘅 Nick 同 Christian Candy 問阿嫲借咗6000鎊，再加老豆做按揭擔保，買咗人生第一層位於富咸嘅1房單位。而佢哋好快就明白一個道理：物業價值唔只係地段，而係一個感覺。於是兩兄弟將間屋翻新到極致，將普通住宅包裝成一種 dream life。18個月後轉售，帳面賺約5萬鎊。呢套包裝煉金術成為 Candy 兄弟發跡嘅起點。1999年，佢哋成立 Candy and Candy。Candy 專門為全球最富有嘅客戶提供極致奢華嘅室內設計服務，風格張揚，毫不低調，有幾豪得幾豪，啱晒一眾俄羅斯寡頭、中東富豪口味。佢哋再成立 CPC Group， 正式由裝修走向高級住宅開發。2004年，真正嘅轉捩點出現。Candy 兄弟睇中 Hyde Park 正對面一幅殘舊辦公地皮，人人行過都唔會望多眼，但佢哋睇到嘅係全球權貴對倫敦核心地段嘅渴求。但要吞晒呢幅地，靠膽識唔夠，關鍵一步係資本結盟。佢哋成功拉攏卡塔爾皇室背景資金，透過合資吞下估值1億5000萬鎊嘅地皮。由呢刻起 ，Candy 已經唔再係裝修佬，而係同權貴資本並肩嘅玩家。One Hyde Park 開發期間曾引起強烈嘅反對，但所有阻力最終都自然消失。外界普遍認為靠嘅係背後嘅一幅中東力場。2011年落成，成交價屢創新高，其中一伙以1億3600萬鎊售出，成為當時全球最貴住宅，倫敦樓王誕生。但最具爭議嘅係其後嘅操作。有傳媒揭發部分頂級單位經離岸公司高價轉手，最終受益人仍然同 Candy 有關，被質疑屬左手交右手嘅資本手法，用嚟重新估值、向銀行融資、套現再投資。倫敦豪宅市場嘅遊戲規則就由呢一刻開始徹底改變。One Hyde Park唔單止推高咗價格上限，更將豪宅變成一種全球資本展示權力同身份嘅工具。由此之後，倫敦豪宅唔再主要賣俾本地人，而係賣俾全世界皇室、寡頭、基金，乜人有需要，老土講句，有錢就有 say。但 Candy 兄弟亦因此被推到微光燈之下，爭議開始一層一層浮面。譬如佢哋刻意經營嘅極端奢華形象、私人飛機、超級遊艇、名錶等等，令佢哋被英國傳媒形容為 Brothers Bling。
仲要喺金融危機之後嘅英國社會，呢種高調炫富對英國社會嚟講特別礙眼。另外係佢哋商業作風，好多人形容 Candy 兄弟手段強硬，毫不妥協，同合作伙伴、顧問甚至員工關係頻頻決裂。另外就係稅務同資本結構嘅質疑。Candy 兄弟被指將最賺錢嘅物業開發業務放喺根西島嘅離岸公司 CPC Group， 包括 One High Park 在內，銷售額動輒以10億英鎊計嘅項目，利潤歸屬同課稅安排，長期受到傳媒同稅務專家關注。佢哋仲自稱係稅務流亡者 Tax Exile， 加上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多年嚟官司不斷，慢慢變成爭議人物。故事仲未完 ，One High Park 呢個曾經嘅樓王，自2021年起以約18億港幣標售，咁多年都未成功成交。Nick Candy 甚至公開表示接受買家用 Bitcoin 交易。同各路資金關係千絲萬縷嘅佢，突然提出可以用 Bitcoin 交易有咩玄機？定係佢要係呢場金權遊戲下一場更大嘅棋，或者只能等時間揭曉？